各位同學仔，大家好啊！今個星期去翻 D51呢份筆記啦，咁麻煩你幫 Miss 對你手頭上嗰份筆記同唔同 Miss 一樣 ？OK。好，第一頁呢係重溫我哋上個星期學嘅進位呢一個計算嘅 OK。咁呢一頁呢 Miss 大概俾8分鐘嘅時間你去完成嘅，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呢度嘅答案啦喎。第一題啦，38加27會等於幾多 ？OK。好啦，直式嘅時候呢，上下嘅數字要對齊嘅，然之後由右至左計數 OK。好，先計咗個位嘅8加7 OK。8加7等於15嘅，所以啦，呢一個有個進位，個1字寫翻個5字啦。3加2會等於5啦，再加個1進位，所以最尾係等於6嘅，所以最尾係會等於65嘅。OK。好，第三題啦，42加19會等於幾多？同樣地，直式嘅時候，數字要上下對齊嘅，由右至左計數。2加9 11有進位 ，OK。4加1會等於5，再加個1會等於6，所以最尾係等於61 ，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四題啦。35再加47會等於幾多？上下嘅數字要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。計咗個位嘅5加7先會等於12啦，所以有進位，記住啦。好，3加4會等於7，再加1會等於8，所以最尾係等於82嘅。第六題啦，49加35會等於幾多？上下嘅數字都一樣對齊嘅，由右至左計數啦。9加5會等於14，有進位。4加3會等於7，再加1會等於8嘅，所以最尾係等於84。再落去下面嘅第七題啦，29加27會等於幾多 ？OK， 咁計數嘅時候呢，要好似 Miss 咁樣啦 ，OK， 寫翻直式嘅，上下嘅數字要對齊啦，由右至左計數。好，先計咗個位嘅9加7 16有進位 ，OK。好，2加2會等於4，再加個1會等於5，所以最尾係等於56。第八題啦，33再加58會等於幾多？同樣地喺空白個位置寫翻直式計數啦。好，先計咗個位嘅數字，3加8 11有進位，3加5會等於8，再加1會等於9，所以最拉尾係等於91嘅。OK。好，冇問題的話呢，再去下面嘅第二部分嘅第一題啦喎。OK，書店呢有22本嘅中文書，25本英文書，67本嘅數學書。OK，好，最尾係問你數學書比中文書多幾本。OK，好，上個星期 Miss 講咗啦，當個比字同問號黐埋一齊嘅時候呢，係代表一個叫相差。相差一定作一個減數嘅 OK，咁呢度係數學啦同埋中文嘅比較啦，咁所以英文係個冇用嘅資料啦 OK，咁上翻67再減翻22，好係空白嘅位置計數啦喎，67 22 OK， 7減2會等於5啦，6減2會等於4，所以最尾係等於45本嘅 OK。好，第二題啦，麥當買早餐就用咗38蚊，餘下呢47元嘅 OK，咁麥當原有多少元啦？原有即係未買之前有幾多？所以記住係作一個加法嘅，38加47 OK， 好係空白嘅位置寫翻直式計數啦。先計咗個位嘅數字，8加7 15有進位，3加4再加1會等於8嘅，所以最尾係等於85元嘅。
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3題啦喎。小豬同埋小牛各有37個西瓜，各即係大家都有咁計 ，OK？他們共有西瓜多少個？共有即係作一個加法嘅 ，OK？再翻37再加37咯喎。7加7 14有進位，3加3就係6，再加個1會等於7，所以最尾係等於74個嘅 ，OK 嗎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再揭去第2頁啦，OK。第2頁咧係有關於借位嘅計算，OK。借位即係咩嚟嘅咧？Miss 啦，做翻第一題嘅例子啦喎，OK。好，65減29會等於幾多？OK。嗱，直式嘅時候咧，同加法都係一樣嘅，咁上下嘅數字要對齊嘅，OK。同樣地，我哋會先計咗個位嘅數字，呢個時候你發現我 Miss 5比9少，我減唔到喎，OK。嗱，當上面嘅數字減唔到下面嘅數字嘅時候咧，你係需要同10位借嘅 ，OK。好啦，10位原本6嚟嘅，俾人借咗啦，就剩低個5啦，OK。好，呢個同10位借1嘅時候代表加10咁計，咁所以呢個5字咧就加咗10啦，就變翻15啦，OK。呢個時候你用翻15減9，咪減到啦，OK。15減9嘅就係等於6嚟嘅，OK。好啦，呢個俾人借咗，剩低5減2啦，就剩低3，所以最尾係等於36嘅，OK。好，再同 Miss 一齊做咗第2題啦喎，OK。72減28會等於幾多？上下嘅數字要對齊嘅，由右至左計數，即係同樣地計咗個位嘅數字先 ，OK。好，個位嘅數字係2減8，上面個數字係2，下面個數字係8喎，減唔到喎，咁即係我會同前面借位啦 ，OK。好，7喺10位嗰度俾人借咗啦，就剩低6啦 ，OK。好，由於7喺10位，我同借1代表10咁解嘅啫，所以呢度要加10嘅就變翻12啦 ，OK。12減8減到啦喎 ，OK。12減8嘅話係等於4，咁喺度寫翻個4字啦。好，呢度剩得6嘅啫，6再減2都係會等於4，所以最尾係等於44嘅 ，OK。好，再一齊做多第3題啦。65減28會等於幾多？同樣地，上下嘅數字要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，先計咗個位嘅數字。好，5減8，減唔到，同10位借啦，咁就剩低5啦。同10位借嘅時候係要加10嘅，咁5加10就變翻15啦，OK。好，15減8啦，係等於個7字嘅，OK。剩低5減2會等於3，所以最尾係等於37嘅，OK。好，再同 Miss 一齊做咗第4題啦。咁剩低嘅今次俾翻時間你自己試下完成嘅，OK。好，第4題啦，87減59，同樣地上下嘅數字要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嘅，OK。好，先計咗個位個數字。7減唔到9，同前面借位啦，咁呢就變翻個7字啦。同前面借1就代表加10咁計，所以呢度7就變翻17，17減9等於8啦，OK。好，剩低嘅7減5會等於2，所以最尾係等於28嘅，OK。好，剩低嘅題目 Miss 大概俾6分鐘嘅時間你去完成嘅，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呢度嘅答案啦喎。第5題啦，76減48，OK。好，先計咗個位嘅數字先，6減唔到8，同前面借啦，呢度剩低6啦，OK。咁呢度要加10就變翻16。好，16減8會等於8啦，6減4會等於2，所以最尾係等於28嘅，OK。
好，第六題啦，43減19，同樣地先計咗個位嘅數字先。3減9減唔到，同前面借啦，呢度剩低3，呢邊要加10啦，就變翻13。13減9會等於4啦，呢度剩係3減1會等於2，所以最尾係等於24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7題啦喎，42減38會等於幾多？先計咗個位嘅數字，2減唔到8，同前面借啦，呢度剩低個3 ，OK， 同前面借1代表加10啦，所以呢度變翻12減8會等於4。呢個時候10位嘅數字剩低3，同個3相減，咁啊等於0嘅，呢個0就唔使寫嘅 ，OK。咁呢一題就咁寫翻個4字就 OK 啦。咁幫 Miss 記住啦噃。好，第9題啦，73減18會等於幾多？先計咗個位嘅數字，3減唔到8，同前面借位。OK， 就剩低個6啦，所以呢度變翻13。13減8會等於5啦，6減1會等於5，所以最尾係等於55嘅。第10題啦，82減35，OK。好，先計咗個位嘅數字，2減5減唔到，同前面借位，呢度變翻個7字，呢度變翻12。12減5係會等於7嘅，7減3係會等於4，所以最尾係等於47。好，第12題啦，91減36。好，先計咗個位嘅數字，1減唔到6，同前面借 ，OK， 呢度剩低8啦，呢度變翻11。11減6會等於5啦，8減3都會等於5嘅 ，OK 嗎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再企去第3頁啦，OK，咁呢一頁都係嘅。Miss 要同你一齊做咗幾題嘅例子，咁剩低一啲 Miss 就俾翻少少時間你自己去完成嘅，OK。好，第13題啦，109減21會等於幾多？同樣地，上下嘅數字要對齊嘅，由右至左計數 ，OK。咁先計咗個位嘅數字啦，9減1會等於8嘅 ，OK。好，然之後計翻10位嘅數字，Miss 0減唔到2喎，同前面一樣嘅，減唔到就同前面借啦 ，OK。咁呢度俾人借咗冇咗啦，咁所以呢度係要加10嘅，咁就變翻10減2啦，10減2會等於8嘅 ，OK。好啦，Miss 啊，8位呢一度咧有個0字寫唔寫咧？嗱，記住呢個0字係唔使寫嘅 ，OK。咁你嘅答案咧就咁寫88咧就 OK 嘅啦，跟唔跟到？好，第14題啦，235減42會等於幾多？上下嘅數字要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。先計咗個位嘅數字，5減2會等於3 ，OK。再計10位嘅數字，3減4減唔到，同前面借啦，呢度剩低1，所以你變翻13，OK。13減4會等於9，呢度剩低個1字照拉落嚟啦，所以最尾係等於193嘅 ，OK。好，第15題啦，365減81，上下嘅數字要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。先計咗個位嘅數字，5減1會等於4，OK。再計埋10位嘅數字，6減8減唔到，同前面借位就剩低2啦，呢個變翻16。16減8會等於8啦，呢個2照拉落嚟，所以最尾係等於284嘅 ，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16題啦喎 ，OK。619減229會等於幾多？同樣地，無論3位數加減或者2位數加減都好啦，上下嘅數字一定要對齊嘅，都係由右至左計數。好，9減9會等於0嘅 ，OK。再加埋10位嘅數字，1減2減唔到，同前面借啦，咁所以剩低5就變翻11，11減2咧係等於9。
8位嘅數字係5減2，所以最尾係等於3嘅。OK，所以最尾係等於390嘅。OK， 好，做埋最後尾條例子，剩低嘅交俾你自己試咗咯噃。OK， 373減128，上下嘅數字要對齊，由右至左計數。3減8減唔到，同前面借呢度剩低個6啦。OK， 呢度變翻13。13減8會等於5啦，呢個6減2會等於4，3減1會等於2，所以最尾係等於245嘅。OK， 好啦，剩低嘅題目呢，於是大概俾6分鐘嘅時間你去完成嘅。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呢度嘅答案啦喎。第18題啦，581減348，先計咗個位嘅數字，1減8減唔到，同前面借位，又變翻11，11減8會等於3，7減4會等於3，5減3會等於2，所以最尾係等於233嘅。OK。好，第19題啦，673減208會等於幾多？同樣地，先計咗個位嘅數字，3減8減唔到，同前面借位，變翻13減8會等於5， 6減0會等於6， 6減2會等於4，所以最尾係等於465嘅。OK， 好，第21題啦。529減137會等於幾多？計咗個位嘅數字9減7會等於2，計咗10位嘅數字2減3減唔到，同前面借位，又變翻12啦。12減3會等於9， 4減1會等於3，所以最尾係等於392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22題啦喎。252減129 ，OK， 好，先計咗個位嘅數字，2減9減唔到，同前面借啦，變翻12減9，剩低個3， 4減2會等於2， 2減1會等於1，所以最尾係等於123。第24題啦，473減367 ，OK。計咗個位嘅數字，3減7減唔到，同前面借位，變翻13減7會等於6啦。因為6減6係會等於0嘅。OK， 4減3會等於1嘅，所以最尾係等於106嘅。OK 嘛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再企去第4頁啦。OK， 咁呢一度有4條嘅文字題嘅。OK， 咁 Miss 提提你啦，做翻啲文字題嘅時候，一定要圈出個重要字眼嘅。OK， 咁呢一頁呢 Miss 大概俾8分鐘嘅時間你去完成嘅。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呢度嘅答案啦喎。第一題啦，波鞋呢係售283元嘅。OK， 皮鞋比波鞋便宜165元，皮鞋售多少元嘅。OK， 當出現個比字嘅時候，做翻3部曲圈間字，圈個比較性字眼，便宜啦，間得個比字啦，即係比前面嘅主角啦，平啲即係比少啲錢，去作一個減數嘅。OK，最尾都係要計翻皮鞋多少元，所以作一個減數啦。283減165，喺空白個位置寫翻直式計數啦。OK， 好，寫直式嘅時候呢，上下嘅數字要對齊嘅，然之後由右至左計數，計咗個位嘅數字先。3減5減唔到，同前面借啦，呢個變翻13。13減5會等於8嘅，呢度剩低個7減6會等於1， 2減1都會等於1，所以最尾係等於118元嘅。好，第2題啦，生菜呢有129斤，
白菜呢係有277斤，生菜同白菜相差多少斤？相差即係作一個減數，用翻個大數減一個小數啦。277減129，好，喺空白個位置寫翻直式計數啦。上下嘅數字要對齊嘅 ，OK。然之後由右至左計數，7減9減唔到，同前面借啦。呢個剩低6啦，呢個變翻17，17減9會等於8嘅，6減2會等於4，2減1會等於1，所以最尾係定148斤嘅 ，OK。好，第3題啦。大象呢重165公斤，小飛象呢比大象輕48公斤。咁佢最尾係問你小飛象呢重多少公斤 ？OK。同樣地出現咗個比字，要做翻3部曲圈間字，圈個比較性字眼，間得個比字，只係比前面嘅主角啦。佢輕啲即係少啲咁解，所以作一個減數。最尾都要計翻小飛象有幾多公斤，所以作一個減數啦。將165減48，好，喺空白個位置寫翻直式計數啦。5減8減唔到，同前面借啦，呢個剩低5啦，呢個變翻15啦。15減8會等於7，5減4會等於1，呢個1照拉落嚟，最拉尾係定117公斤 ，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4題啦喎 ，OK。花店呢有235支嘅黃玫瑰，37支嘅白玫瑰，紅玫瑰呢係有118支。咁佢最尾係問你黃玫瑰同埋紅玫瑰相差多少支？相差即係作一個減數嘅 ，OK。所以白玫瑰係一個冇用嘅資料啦。追翻235減118啦 ，OK。好，喺空白個位置寫翻直式計數啦。好，先計咗個位嘅數字，5減8減唔到，同前面10位借啦。呢個變翻15，15減8會等於7，剩低2減1會等於1，2減1都會等於1，所以最尾係117支嘅 ，OK 嘛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冇問題嘅。今個星期課堂就咁多，剩低嘅作為功課部分 ，OK。咁你完成咗之後呢，需要影相交俾你嘅老師去改正嘅。冇問題的話呢，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，拜拜。